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以巴战争也咧拍，哈马斯即马是对外表示，因为因考虑健康的因素，即马是又搁再放2个女性的人质。有消息是讲，因是以色列的集会人，大概是780岁，也这嘛是哈马斯第2届放人质。 2个失控的以色列籍人质到拉法关口了后，被送到救护车顶悬，为回应埃及甲卡达的国中走总哈马斯卡萨姆流犯人乌贝达在社群媒体声明，因为人道甲健康考虑释放2名女性人质，因的名是伊扎克甲利夫西兹。同款伫以色列这边也报道，加小龙人接到通知，这是哈马斯为20了后，搁一摆释放人质。 אני פה בים סוף ואנחנו מצפים להם ואנחנו מצפים להמשך השחרורים. 美国总统拜登第3回应记者有关甲教宗方济各的通话内容表示，教宗对于美国应行伫以色列危机采取行动高度关切，拢表示支持，佮向哈马斯发出信息，希望伫讨论可能停火进程放出人质。U.S. supporting the hostages for a ceasefire deal? Why did you? We should have a ceasefire. Not a ceasefire. We should have those hostages released, and then we can talk. 迄一天，以色列士兵伫突袭遭围困的巴勒斯坦地带时阵，甲哈马斯武装分子对抗战斗。以色列军方表示，过去24点钟内，为空中轰炸加沙超过320个目标，包含哈马斯据点当中一个防空、数十个指挥部甲小点，抑个迫击炮，抑个反战车飞弹发射地。哈马斯卡萨姆旅表示，会看战术渗透到加沙南部一支以色列部队，甲伊修正，佮摧毁2台突突机甲1台战车，将攻击人逼退，佮向以色列南部城镇发射导弹。加沙外围冲突也升级，以色列飞机攻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动北市的所在，加沙百姓真绝望，家园一片绿苍苍，拢无掩护所在。目前正在援助车队为埃及进入加沙。美国特使咧甲以色列、埃及甲联合国谈判，希望能继续运送物资。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